石頭，是。哦，香，是，这正宗的。哪个老上吃？老上。你要他去吃过了，不是？你也能吃。这天，驱车100多公里，赵平终于下决心去见老三。有一种说法，如果一头大象被抓之后，当地人不常去看望的话，它会很快死去。平常梦见就都是老三跟武则天这两天梦到的事情多一点。前天晚上我梦到一个象，刚好带了我媳婦嘛，被象追啊。我就跑过去就拉他，象爱来啊！我说谁？哎呀，是老四。元朗，哦，这就老三了，老三，然后我在后面，马就準備要讓他起來了。哦，我現在瘦了，原來你看都胖了，像吧像吧。哪個老三？老三最終住進了亞洲象種源繁育救助中心。這裡位於蒙陽子保護區的核心地帶，這片區域正是當年老三跟着象群離開的地方，也就是說，這裡曾經是他們的故土。三，完結了。三，三，走。走喽，老三，走喽，下次再來看你啊。